讲到即马鸡卵无人买，这批发价今日也达到37块，是这2年来的新低。农业部长陈俊贵就讲，早顿店的鸡卵也爱达价，认为这产地共店家也爱对咧降价。另外，国内连锁卖场也宣布，这规也卖卵呢，计销有60块。对无破开的半成卵放伫主餐顶悬，互菜色搁较青草。即间伫心地卖碗饭的业者，本地加卵爱加15，因应最近卵价一直降，决定归期用送的。蛋价如果一直持续回稳的话，我们基本上15块加蛋的这个费用，我们就是不会跟客人收。降下来就会回馈给消费者，我觉得对消费者这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国内卵价是一直落，产地价逐斤是免30块，批发价对13开始，一斤嘛免40来到37块，这嘛是要2年以来的新价点。大卖场超市一盒的卵嘛同款降价，专人是大声宣布讲，一盒的平价卵14开始是50降做47块，家乐福讲平价洗选卵会降到47到55块，爱买的常温洗选卵降价了是47到49。米店车一盒卵本地54，即嘛降到51。四大超商目前暂时无降价的计划，但会推出行销活动。疫情之后，很多东西涨上去就下不来了，不只是鸡蛋。会在卖场买蛋吗？比较少，我都在外面比较便宜，我都在外面买。农业部长陈俊贵讲，目前国内生产了有剩的鸡卵差不多32万粒。对去年卵价起价了后，需求量降价，即马卵价降啊，但是买去嘛无转来。还有消费端，亲像早顿店应该做会降价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还是要呼吁，本身就是消费端哈，这就是像类似早餐店的那个鸡蛋的售价哈，就是可以降低。外界嘛关心中央畜产会最近公开表示，进口卵做的水卵、卤卵有可能会冲击到卵价。陈俊贵回应讲，畜产会表示的加工卵主要是针对糕饼业者，对一般的卵较无影响，会搁进一步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